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里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的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的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我来到你心的地，奉天军队来回应，献上我家己正做你合意的器皿，你想使我心的生命，用深情来充满我要顺探你的心意，听无你的声音，来去你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在主题，来敬拜阿罗尼，来去你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在主题，来敬拜阿罗尼。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聚集，透过今天早晨圣经共读的分享，来明白你的真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赐予谦卑受教的心，将你的话语牢记在心里，并活出基督馨香的生命。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我们愿一生都跟随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以斯拉记3章1到13节。在前面2章记载了神如何激动波斯王以及众人的心，使神借着先知的应许得以实现。在被掳70年之后，所罗巴伯率5万之众重回故土，在各自的城里重建家园。第3章则记载了回归后的百姓，第一次有组织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聚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关键的答案是重建祭坛，恢复敬拜。1到6节，重建的核心，重建祭坛与敬拜。经文告诉我们，于是他们全体同心一意，在耶路撒冷聚集。
这是一种合一的图像，说明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与心智。他们首先重建的是燔祭坛，这代表了与神的关系，是敬拜与悔改的象征。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家乡都安顿下来，于是他们全体同心一意在耶路撒冷聚集。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祭司同事们，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亲属们，重新筑了以色列上帝的祭坛，好照神的人摩西律法上指示，在坛上献烧化祭。虽然返回的流亡人惧怕当地的居民，他们还是在祭坛的旧址上重建祭坛，然后开始在祭坛上向上主献早晚的烧化祭。7月是以色列人重要的日子，摩西律法中的5祭7节，后面的3节都是在7月份，也就是阳历9月到10月之间。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全体同心一意在耶路撒冷聚集。这一切重建复兴的必要条件，共同的信仰，患难后的觉醒，对神的律例典章的顺服遵行。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回国人中的2位领袖。所罗巴伯为犹大支派的首领，是大卫王室合法继承人，受波斯王委派为省长。耶稣的父亲约瑟就是所罗巴伯的后人。神在大卫之约中的应许，从所罗巴伯的回国和以后的发展，一一奇妙的应验。耶稣亚有耶和华拯救之意，为耶稣亚的另一写法。他是当代的大祭司，父亲名约沙达，是犹大被掳前最后一位大祭司。足坛先移建殿，表明回归后的以色列民悔改和祈求神赦免的心智。在列王时代，献祭的事大多十分随便，有时根本不理。现在保利被掳生癌，明白离弃神的不当，所以回国后第一件事是解决罪的问题。祭坛建在旧坛的根基上，不只方便，也有承先启后之意。这批回国的人虽是奉波斯王之命恢复敬拜耶和华，但对传统的敌人如以东人、亚门人等心中仍存畏惧。可是他们相信神会保护，严格遵行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在传统的地方足坛每天献上早晚烧化祭。新约时代的信徒不再需要足坛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3章11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勉励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来默想，迦南教会的复兴也需要全体同心一意。我们虽然没有以色列人传统的节日，但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恳切祷告，兴旺福音。第4节，他们按照规定守住棚节，每天按数例奉献该献的烧化祭。另外，他们又献上立场的烧化祭，以及在初一和所有其他敬拜上主的聚会中所该献的祭，又有向上主的自愿祭。虽然人民还没有开始重建圣殿，但从7月的第一天，他们已经开始向上主献烧化祭了。这3节3次提到烧化祭，用火烧全兽作为献祭。烧化祭，旧约圣经利未记中提到的第一种祭物，需要将所有献上的整只祭牲完全烧在祭坛上，全部经火烧成灰。
这种祭不可为任何人留下一点肉，也是犹太教允许非犹太人到圣殿献上的一种祭。公牛要完全在坛上，表示献祭的人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超化祭的原文有上升的意思，象征敬拜与祷告随着心相上达天父。我们来默想，今天我愿意将自己完全献上，蒙神悦纳吗？让我们一起勉励，每天晨修晚祷做起，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都求圣灵来掌管。接下来第7节到第10节，重建的下一步，立定根基。在恢复敬拜之后，他们开始预备重建圣殿，这显示出一个重要原则：神的同在象征为坛，必宣提神的事工象征为殿。他们齐心合力参与圣殿建造。第7节，民众付工资给石匠和木匠，又拿食物、饮料、橄榄油，向泰尔和西顿城人换取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些树要经过大海浮运到约帕，这是得到波斯皇帝塞鲁士的许可。这时建殿预备的过程跟以色列鼎盛时期所罗门王朝建造第一个圣殿几乎是一样。西顿推罗是位于以色列以北的黎巴嫩的2个港口城市，约帕只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沿海城市。第8节，民众返回耶路撒冷后，那年的第2月，他们在上主圣殿的原址上动工。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同胞、祭司和利未人，事实上，所有从流亡返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参加这工作。所有20岁以上的利未人都被派来监督重建圣殿的工程。利未人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亲属，以及甲妹和他的子孙，都联合起来监督重建圣殿工程。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亲属也协助他们。他们开始奠立圣殿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上礼服，站在个人的位置，手拿着号筒。利未人亚萨的子孙拿着拿拔站在那里。他们按照大卫王朝时传下来的规矩赞美上主。11节到13节，重建圣殿的挑战，欢呼与哭泣并存。当圣殿的根基立好之时，百姓大声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们看见神的信实。然而老一辈曾见过所罗门圣殿荣耀的长老却放声哭泣，因为新殿似乎远不如从前。这一段充满张力的场景，年轻人则高声欢呼，老年人伤心哭泣，盼望与过去的记忆交织在一起。11节，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帝说，上主是善，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因为圣殿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这是回归后的百姓以色列民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直到永远。百姓的回归就是证明，如今圣殿的根基又在百姓眼前立定，盼望终于要实现了。赞美称谢、大声欢呼是必然的。许多年老的祭司、利未人和族长曾经亲眼见过以前的圣殿，现在看到圣殿再次奠基，不禁放声痛哭，其余在场的人都大声欢呼。
没有人能分辨出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声音太大，好远的地方都听得到。以上有2种反应，悲喜交加，都可以理解。特别是那些曾经见过圣殿辉煌时代的老年人，触景生情，不免大哭，悔悟的眼泪和感恩的欢喜交织。他们内心极其激动，耶和华神果真在他们中间行了大事，但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他们这一群被掳回归的犹太人能够重新建造圣殿，正如诗篇126篇2节所说的一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的确，此时的圣殿光从根基上看就不如旧殿，也许这也是那些老人能哭泣的原因之一。然而正确的心态应该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重要的是，神没有离弃，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必定要使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总结，以斯拉记第3章提醒我们，无论在个人、家庭或教会的层面，真正的重建是从与神恢复关系开始。他们先立坛，再立殿，再敬拜，再建造，这是一种属灵优先次序的榜样。我们若愿意先将神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必会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人生的建造中先回到你面前敬拜，即使在环境不理想，即使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仍然选择先为你足坛，献上我们的心。我相信，当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其他的一切都必加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